今每礼拜日，客家日本内地的专题报道从2礼拜开始，我会向前面少介客家人事发展。講到行業田人，大家會直接想到嘅可能係幾年前由溫信和和楊權發所主張嘅195會，我提出出行業田人其實係民國60年嘅茶山情歌。該時節是參加染水老染廠嘅國寶山歌大使來別合，當巧妙這種山歌融入到田人地圖，我也當山灣嘅傳承客家文化。我幫每田人受到2年政策的限制，然後國片市場唔建議，一直到民國97年才出現加工嘅195位列出行業田人。所以講呢時節呢個冇2年政策的限制咧，我195位還會面臨市場嘅挑戰。無怕天陽見地嘅風俗，規劃老演出茶山情歌嘅國寶山歌大使來別合，佢哋熒幕當中頭擺嘅設計，一下就想起嘅38年前嘅事情。這個所有嘅錢也貼講咧，我也盡力而為啦。為了個客家嗬，我無論怎麼樣唔好輸人，按好嘅權利，按好嘅歌誒，為什麼做唔得上大熒幕？民國62年，茶山情歌係歷史上第一出奏請講客嘅天陽。不過有各位青年講老主公吳連峰過海來到台灣，發現上有嘅天陽年放鬆誒。不過才受到語言政策嘅限制，本單應該講客，前面才變做講法語。你叫吳連峰？是，我在江淮。台灣到60年代了之後，你知道這個國民黨政府比較是一個高壓的這樣子的一個政策，尤其對這個語言的政策吧。語言當然你冇講，基本上講客家人老要變過來講法語，按住跟每套咩冇。講到錯到，係吳連峰亦都要誒。30年過後，客家電視台用同樣嘅題材，讓天陽年改協做電視戲出。我跟我先生都姓鐘，在我們那裡同姓結婚，鄰居會笑話的。可能陽灘老年有同樣情形嘅，還有總理府嘅熱鄉人，客家總修正嘅魯本花。另外，長春無非老米歷史講係法語、客話、河洛話3種方言都有，而且愛多位萬我無語運通一段時間過後，客話同天陽地度又卡糖嘅多位。乜雞啊？難為三個叫啊！總統府唔都依個誒，三個叫乜嘅小用啊？總代幕府也出戲，講客嘅比例大約就佔為33%。同樣嘅東西，我用國語來講，跟用客家話來講，客家話來講好好看，你知道？因為沒有觀眾來講啊，按你用客家話講哦，還有力量，還有 power， 好，個煽動力反而比國語強。老台重小組，叫娘唔同人，同樣太命。佢真係唔同呀！民國97年，天陽195係同民國62年茶山情歌過後，又經過為35年，再個出現專門講客嘅天陽。爆破場面動太棚，合為費老天陽公司死貼6000萬，打造出動有氣勢嘅客家抗日史實。那對於一個超過5000萬、一個6000萬的189的投資，它沒有辦法在短期內去做回收的時候，其實對於所有的投資商或是往後的片商的觀望，它其實還是會在一個止步的狀態。你要做嘢啊！係董用人，講董用花，做董用人，做你冇，做你冇。點解？雖然講係鬼出戲講客，不過戲在地度客話太快，漸將嘅流失，天陽買票嘅情形出來，看得出頭重要嘅客家鄉親係親支持嘅，同唔見戲嘅國片市場地度，按樣嘅突破主權限制，向大家獻出錢去戲院，或者因為題材真係親重要嘅素材。
美國國客天天咧，美國國客天天咧，還有那個幾隻樣嘅有冇？舉手投足啊，要客家美圖啊，其啦。往往唔係講因為語言嘅關係，英文嘅跟美國天上人咪從頭看，印度嘅天上人拿來看，嘛個好看嘅人哋做會看，係咧要拍到搭通人嘛啊，老人嘅心裡有隻共鳴，嗰種係讓係票房。行業平民百姓嘅生活追求口味，也按多年來聽到海角七號同艋舺帶出國內大家當份國片嘅氣氛。不過亞視節1895嘅製片人葉天陽嘅觀點並冇再個針對客家。1895因為是一個悲劇，是一個時代悲劇，然後因為寫悲劇也寫了1-2年，在那個東西中間裡面已經你知道情緒國仇家恨了1-2年之後，就覺得說不要啦，我可不可以放鬆一點，我們來做一個喜劇的東西。過去受到語言政策嘅限制，合法天陽出現太斷層，也下要堵到市場機制嘅競爭。合法天陽從談發用嘅到天陽嘅出現，係講做得用集權人民生活嘅劇情題材來寫，內容係輕重要嘅，反映當時嘅文化氣氛，本各種方言自然嘅表現。冇聽錯，合法天陽未做得突破語言限制，限卡上嚟到各族群嘅人來看。嘅新聞，翻權發起呢啲特別報道。